上前行真正着了咱吼。而且咱有感恩着咱上天的助力，互咱有学习的机会。咱仍然讲到即个第20种是某种，咱前面已经两位先生说着过，是即种是亲像着咱真种反复种，为着咱人的心会当反复归真，咱的心会当回归到咱即个本体上，真正会当建树效果。自然所实现出来，一切的即个心，一切的行，拢无背离着咱即个道啦就是讲会当保守着即个中体理念。那安尼才是咱即种是好的即种意见。那伫咱即种头一着甲咱讲，咱着做着甲咱讲全学无忧。全学并非就是讲甲绝起一切啦啥物拢免学，而是先像着咱真种圣灵就是甲咱爱绝起着咱有为的即个，咱迄个有为的即个圣意心，绝起咱有为的仁义心，绝起着咱有为的他利心。因为一切有为的心，拢毋是咱自性本底所有的啦一旦咱若落入到即个有为的心，有为咱着有执，有执咱着有求，有求必定就是啥有苦。所以伫清净经内底，毋通甲咱讲，既有妄心，即经其神；既经其神，即着万物；既着万物，即生通求；既生通求，即是啥？烦恼，烦恼就是忧苦嘛所以讲，咱今仔日要断除着咱的烦恼，无有的前提上，一定爱怎爱全学。全学就是讲，叫咱要放下一切有为的信念，咱的妄心。互咱的心会当回归到咱本来的即个面目，就做甲咱讲，迄个本来无一物，无心无为，自然安怎无忧嘛所以讲咱人生上介大忧苦，就是啥？咱的生死大事。是安怎咱有即个生死大事的忧苦？因为就是咱的自性迷失，咱的心地失去了光明，咱依着有为的妄心。伫遐作孽不断，致使咱的生死永不能完。所以希望着咱即期不甲咱讲来去走，不如来去靠。互咱会当了着即个人生，经有着上天的恩典，以德降世，使咱一条明路互咱才有即个求道，互咱才会当互咱闻道，互咱才会当有修办道机会，嘛才互咱才有即个了。即个有苦的机会啦所以讲今仔日咱着做非常的自卑，甲咱教着讲，咱要进入了即个无忧的法门，就是一定啥爱着学，爱放下咱自性本有一切有为有自的心。咱要如何来全学？就是讲咱要有智慧去抱守着咱即个本性，咱的心爱会当回归。伫咱即个本来，就做甲咱讲有念念之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咱的一切爱依着咱的真如自性去起念，会当回归到咱的本有，咱的心无物，无即个念，无自然咱就无一切忧，因为真正一切忧是由咱的心所引起的啦。咱来看，因为无忧。谁来较无忧？因为伊无心，伊天真。伫咱大人的世界，忧是无害的，因为啥？咱忧心，所以相对着断一切忧啦那么就来甲咱讲，圣人甲咱讲，为治以恶，伤其以和；先治以恶，伤其和辱。伫即句，咱着做着是咧甲咱指出，一位全学无忧的人，一切就是拢会当由着咱的自性起念。的人伊的理念上就是参照佛经所甲咱讲的，会当先分别一切诸法上有第一义不同，看一切事，袂只是伫即个思想上咧看，而是以理以道去甲伊细分别，毋过伫内心上伊袂去执着。所以讲即个为治，就是讲哪像足强烈的印象，讲是啦，好啦，真强烈的印象。即个就是我相对的，就是讲无欢喜，好啦，知啦，即种的印象，
伫语气上听起来敢若参像有差别啦吼，但是咱若是啊细思，维持即个甲你讲好啦是啦，吼，即个恭敬的声，若毋是由着咱内心咱的本心诚意所发出来，伊着有为的心咧甲咱应付了事的啦吼，这甲咱讲啊好啦，啊知啦，安尼有啥物差别无？吼，所以讲圣灵他搁再甲咱做一个比如讲，先治以恶，吼，相去何种吼？即个先治，就是讲咱依着有为的心，而做出来的善，哪像咱道祖伫第二种就甲咱讲，吼，讲，甲咱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是安那？殊不善已。吼，咱若依着有为的心所做出来，伫圣灵咧看，就毋是真正纯善。吼，所以讲伊有为的心做出来的善，甲即个恶，吼，拢是啥？离开了着咱的本心吼，背离着咱即个道，毋是自然咱即个本心的力量。吼，若安尼善治甲即个恶，伊佫有啥物差别？伊佫有啥物无同？吼，所以讲，毋管是即个为治也好，恶也好，善治也好，吼，啊即个恶也好，只要是依着有为的心，毋是依着咱真正自性体验的，伫圣者咧看，伊拢是啥？相差无济，因为重点离开咱的重体，吼，离开着咱即个道体啦。啊，落来咱道祖他甲咱讲，人之所为不可不为，为就是讲畏惧。拄则咱神讲师有讲着，咱世人上畏惧的代志是啥？生死的即个问题吼。我会记起来，咱的阿公捌讲过，我毋知影怎呢，食愈老吼，愈毋敢踮去文化堡过，因为咱庄脚迄文化堡是足大场的就对啦吼。我毋知影食愈老，愈毋敢踮去即个文化堡过，细汉大汉嘛拢想的。啊，今互我你来想讲，哦，有影呢，咱若年岁若愈有，哪参像愈惊生。啊，即摆歹听，但是做事实的。互我厝嘛有老人啊，吼，互我厝的老人啊，小可咧艰苦尔，就拄着伊来讲，赶紧再来医啦，互看。啊，有当时啊，若敢若陪我，互我看讲，咱来西药房买一罐药过来抹就好啊。迄皮肤也无得较着爱用看，吼，老人家拢甲咱讲，你毋知啦，你阁少年，少年人较袂要紧，凊彩抹抹就好。阮这老人若无人看吼，迄病是好袂起来，吼，心着是讲好袂起来，安尼咱就知啦吼。所以讲真正咧，今仔日进入伫道场中，咱所学的，吼，咱所学的就是讲，咱无将咱即个肉体的即个生死看重，但咱爱去看重着咱灵性生死的即个相共的大事啦吼。佛祖他甲咱讲，世人生死事代，所以讲生死是无常的，咱人人畏惧，但咱修的就是修道者，吼，咱更加袂使无去秉承着咱灵性生死的一大事，吼。所以本文他甲咱讲，空下之未永在，即句咱道祖嘛是咧甲咱点醒哦，讲咱爱去把握着咱今生修办道主体，毋通去荒废着咱家己灵性生死的即个大事嘛，荒就是讲荒废，吼。咱人之所以心性会实，会有即个有为的心，重点是出在咱即个中体，迄个中央位、中央位，咱求无着。所以伫遮即个用吼，海的即个感受，咱就甲叫做是迄个中央，迄中央位置安尼的中体，中央无基础，即个求道意识，灵师已经有甲咱指点，咱中央无基础的即个地名所在，因此中央会甲咱讲出，咱人人的心中拢有即个自性中体的存在，吼。所以讲，人讲师父引进门，修行呢是在个人，咱家己的生死大事，就爱靠咱家己去拍拼，吼，自先自度，混呢不能度。所以讲，今仔日咱生死不能完，就是因为咱即个中央位，咱即个中体，咱即个自性体，咱无法度去来掌握着，受到咱家己的自心，吼，咱家己的自心荒废害开，无向着咱内在心田去家己经营，吼。所以讲，咱师祖毋通讲，咱无去善护住咱家己的本心，互即个无望，互即个无明妄念覆盖着咱的真
抵抗主要咱的自家好做，我们有啊，咱毋是无啦吼。所以讲，一旦咱即个中体一指中央位，咱无好去甲靠守掉，生死大事，咱的心自然会去甲关闭掉，咱的心自然会去甲封闭，咱的心自然会流失，咱的身躯自然会衰缩去。咱人生的主体点，咱会放伫即个外，人讲万本求末，所以就来咱六祖，咱这道祖较甲咱讲，蒙本求法的即个境就到遮众人熙熙，如香太冷，如丁春代。伫即段咱道祖就是甲咱说明讲，你人讲明讲，咱是性幻，因为心境、思想的即个不同，致使咱流露在外的行为便有即个天然之别。六祖甲咱讲无人之人，即个有成本有差别，只言迷悟不同，所以才有分出即个智人、即个无人道祖嘛真清楚甲咱讲明讲，咱自性即个本体中体若靠守有条，甲咱迷失了着咱即个自性本体的即个情形是会出来经验咱讲伫即段咱讲伫即段咱个人会当家己将咱道祖所记录的意见，记录咱家己的心中做一款的对照。咱着真清楚，伫修道咱现在咱的暂处是到这一个空站啦甲咱讲众人熙熙的。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世人，因为啥？咱心迷失，迷失着咱的本源所以咱人的心的点拢相像，咱拢向外咧去，向外去咧攀呢。道祖较甲人讲如香太冷，如丁春代，就甲人比如讲，咱人生向外去，咱会啥？重养心，咱会重养心。伫这方面，参与咧养即个泰勒，咱拄则前日才有比如过，就是讲古早的天主咧祭拜即个大礼的时阵，迄个祭拜品有迄个啥物牛啦、猪啦所以这就是咧甲咱比如讲，伫这方面，咱会为着满足咱自己的即个口欲，会享受会杀生害命的，伫咱昨咱遐拄仔有体育班咱拄仔唱迄条道歌讲仙道你敢知？事主伫即首歌内底内容拄仔有讲过，伊讲仙道你敢知？食肉不应该，人生当出来，当时方无害，方无害，你乐伊哀，也太不该。师尊就甲咱讲安尼，但是当咱伫本源迷失，咱的心迷失去的时阵，伫咱的思想中，咱拢会认为讲食迄也无啥，动物本来就是要人食的啦。所以伫咱未经迄个进前，咱食肉嘛食较足自然的，因为咱认为讲伊本来就爱互咱食，所以讲伫咱迄个本性迷失的时阵，咱拢会参像世俗人甲咱讲做人趁食，做人趁食，会当食咱就尽量食，会当养生咱就尽量养生，咱拢有即种世俗的观念，但是伫进入道场学习，咱的理念就搁自然就无同所以来咱道祖就搁甲咱讲，如丁春代，即个春代就是讲形容一切的即个无路平素共款。伫咱人生迷失的时阵，咱向外咧行，自然咱就是向咱的处向咧行啦行看咱的处向，看咱是着伫对一个点，咱就找对一个点去找出咱的处理啦所以咱的心性就定在伫酒色财气咱一切感官的刺激，甲享受之中啦咱人若享受着，咱人去享受着咱第二进入道场。几乎咱拢相像的，因为咱的生活中咱无一个正确的主体在甲咱做引导。我们的生活写照就相信咱道祖甲咱讲如香太冷，如丁春代，是毋是？咱也甲想。所以讲，伫未修道进前，甲修道以后，咱的理念上就纯然不同。
吼，真正，因为咱正多正正多卡伫讲吼，咱要优劣的入达，要由凡俗的思想转入着佛的思想即个过程。所以咱道做即段话，相信咱逐个伫内心中，咱拢有所感受，吼，咱拢会当去甲体会啦吼。所以咱道做内头家己即个本文，他搁甲人讲，我独撇下机利听，如应离之厉害。咱道做是一个正道者，是一位觉者，吼，伊一切不离着咱即个本体，吼，一切为着真如自性的起念。所以讲，心在属定中，但心是确属离定的啦吼。所以讲，伫咱细汉的心内向外咧追求，吼，向外咧追求，向着即个名利，来名利声色的即个享受的中间咧存于伫即个名利声色的即个享受内底，但是就正道者，吼，伊心是足淡薄即个名利声色，因为对正道者伊的心会当识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讲，伊的心对着外相的物件，伊就去动心。像咱天甲禅师甲咱讲望你绵绵有玉处，啊到后面空空无大千。咱众生心就是安尼，咱众生的心，伫失去着即个本源去的时阵，伫根本的风尘中，咱会以玉处为真。但是当咱心有顿悟着咱即个本体。即个中体了后，咱有所顿悟的时阵，咱会去发觉三千大千世界，无一项是真实的，是空的。因为无法度人永远存在啦吼。所以讲，伫咱道祖伊是一位觉者，伊会当见所庖朴，消除挂虑。所以讲，咱道祖伊会当淡薄一切即个名利声色，重点就是在于人伊会当安怎见所庖朴。伊的心会当亲像应离之厉害，伫个内心中间，伊的心就是保持迄个赤子之心，无心无欲无色，所以讲伊就无所惧嘛伊的心会当恢复到即个本来即个心，毋则讲应顺应物，伊去找无执无欲。世间人所理伊并无理，伊心的点地无囥即个所在，毋则讲。累累下若无所归，累累就是讲做懒散安尼，哪要当他毋担，因为咱道祖伊就是主张清净，主张自然无为，所以咱道祖形容家己哪像是来人世间做旅客共款，咱世间人所喜好的物件，拢毋是一项伊真正伊心的追求，伊无把伊心的点放伫咱世间每一项事情。所以讲，伊袂对遮物件去动心，伊袂去执自然伊袂去着，伊袂用心伫即个所在，则甲人讲，众人皆有义，离我独有义啦有义就是讲，较像讲有春啊这是咧形容咱众人，咱细腻的心无执着，有啊，佫想要佫较有诶，亲像咱最近迄个电视咧报讲，有一个爸爸足瘦。伊就是伫迄个网络上伊就送网讲要拍卖伊两个祖囝，因为伊都送甲真正无法度所以掠伊两个祖囝去卖。世间善心的人士佫足济，有人捐款，有人为伊找头路，所以即摆有钱，即摆佫有工作记者就甲问讲，即摆安尼，先生毋知你佫有欠啥物？伊讲即摆有钱嘛有工作我想讲，我哪两个祖囝，我佫欠一个后生，所以这是事实的这是即两日尔。因为即个事业真正甲咱显示着讲，咱世俗咧讲的句话，人心不足蛇吞象。无的时阵是我若有一点点，毋知要
的即个眼光来看，伊即种热色啦吼，热色的即个形容，它才用个文人。哦，因为敢若文人还袂去追求着即个友情的名字，城市的即个享受啊吼。所以讲，咱莫知影古着有甲咱讲大智若愚嘛吼，真正大智者就都有甲咱讲，一切发者智，该由自性而出，不从外力。吼，唯有自性光明，咱智慧才会生。吼，所以讲是智。